今年1至4月份，我市外貿出口總額31億，增幅遠遠高於全省同江門平均水平。佐陳縣關注海島視障人士，脫盲島工程不留死角。你好，歡迎收睇台山新聞。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據台山海關統計，今年1至4月份，我市外貿出口總額31億，同比增長13.9%，增幅遠遠高於全省同江門平均水平。今年以嚟，我市外貿企業加強同亞太、北美等地區嘅經貿合作，促使我市支柱產業燒烤爐、鋁材、汽車零配件、服裝、機電等行業出口持續穩定增長。其中，對我市外貿出口貢獻最大嘅產品，分別係燒烤爐、汽車零部件同鋁材3大類，合計出口總值為18.7億，佔全市出口總值嘅59.6%。以冠榮、冠立、冠興為代表嘅燒烤爐，前4個月共出口8.49億，成為我市出口嘅領頭羊。以富華重工、迪生力等企業為代表生產嘅汽車驅動橋、掛車及半掛車零件、鋁合金輪轂等產品，共出口近4億。以金橋鋁材廠為代表嘅鋁材出口達到2.66億。其他出口金額較大嘅產品，仲有服裝、體育休閒設備以及五金、塑料製品等。眾多出口金額較細嘅民營企業，正在以超越外資企業2倍嘅增長速度，迅速發展壯大。據了解，今年1至4月，廣東省全省外貿出口增幅為1.8%，江門市增幅為3.4%，我市外貿出口同比增長13.9%，增幅遠遠高於全省同江門嘅平均水平。本台記者黃中原報道。為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國家水安全，近日國務院發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共10條35款238項措施，被人形象咁稱為水10條。水10條成為各地污水治理嘅尚方寶劍。行動計劃中，多數措施都係可量化、可考核、可追責嘅，係一個具體嘅行動方案，而唔係一個規劃。計劃主要指標係到2020年，污染嚴重水體有較大幅度減少，飲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續提升，地下水污染加劇趨勢得到初步壓制，近岸海域環境質量穩中趨好。到2030年，力爭全國水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水生態系統功能初步恢復。而據介紹，近年嚟，我市喺水環境保護中圍繞工業、農業、生活污染整治3項重點工作，重點推進河涌整治，完成咗台城污水處理廠、大江污水處理廠嘅建設，並投入正常運行，並不斷加強對重點行業、重點企業、重點流域嘅監管，特別係着重對電鍍、造紙、製革、印染、線路板、化工、食品等重點行業達標整治專項行動。僅係2014年，市環保局就發出責令限期改正176宗，行政處罰30宗，關閉違法排污企業4間，對淡江流域嘅3間重金屬排放企業進行掛牌督辦。特別係繼關閉紅星豬場後，舊年又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關閉咗台城禮邊茶山嘅2間規模化養殖場，大大改善咗我市嘅水環境污染情況，確保我市飲用水源水質達標率達到100%。市環保部門提出，要圍繞水10條出台之後嘅計劃要求，將整治建設水環境作為新常態嚟揸，更好咁保護我市嘅青山綠水。我哋環保部門要協調相關嘅部門，根據台山嘅實際，制定台山市嘅水污染防治嘅行動計劃，落實責任，組織實施。要抓好嗰個重點流域嘅整治，要抓好工業污染源嘅全面達標，對企業超標排放嘅行為實行黃牌同埋紅牌嘅制度。今年將繼續加大對台城河公益水範圍內嘅工業廢水排污企業進行專項整治，取締違法排放廢水嘅企業，對超標、超總量排污嘅企業實施限期治理。
逾期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治任務嘅，要依法責令停產或關閉。協調做好飲用水源水庫臨水面第一重山商品林，調整為縣級生態公益林，保護飲用水嘅水質安全。本台記者張志強報道。川島脫盲島工程2期項目手術於近日喺上川三洲醫院開始實施，預計工程實施手術達到200例左右。呢個都係今年我市助殘月活動之一。因為特殊嘅地理同氣候原因，川島鎮係白內障等眼科疾病嘅多發區，唔少當地居民因此致盲致殘。從舊年開始，我市針對呢個情況開展咗脫盲島民生工程項目。沙堤漁業村委會幹部李光榮曾經因為眼部腦溶導致右眼視力模糊，受惠於脫盲島工程，經手術視力恢復正常，都俾咗佢信心。今年佢帶住媽媽嚟做白內障手術，希望解除媽媽因為多年白內障造成嘅生活不便。據了解，沙堤漁業村共有20幾名群眾成功咁接受咗脫盲島工程嘅復明手術。依家已經83歲啦，83歲都要做。因為我自己做嘅感覺效果好，我媽咪年紀大，如果眼睛唔好使咧，身體又健康，血壓又正常，血糖又正常嘅話，如果你唔做個眼睛咧，恐怕就睇唔到，又麻麻灑灑咁麻煩老人。據介紹，舊年川島鎮實施嘅脫盲島項目1期項目，共實施咗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90幾例。據術後複查，手術成功脫盲率達到100%，其中90%以上達到脫殘標準。今年我市繼續實施脫盲島工程，喺市殘聯等機構嘅組織下，到5月下旬開始，用20幾日嘅時間，先後喺上川、下川、山咀等地集中開展免費白內障、眼部腦肉等復明手術。作為項目實施單位嘅台山新希望眼科醫院，已經提前喺當地完成咗對象篩查工作。預計呢一次呢，手術都控制200例左右，但係呢，我哋呢次項目呢，就係冇話限額幾多個嘅，只要係川島居民，我哋都會免費同佢處理呢個白內障啊、腦肉啊呢個相關嘅眼病嘅。本台記者朱文星報道。每到學年末，我市嘅中職學校就進入1年1度嘅技能競賽期。近期，我市嘅各市屬職校陸續開展技能競賽週活動，同學們充分發揮自己所學到嘅專業技能，賽出成績，掃出風采。從今日開始，台山培英職中拉開咗校園技能競賽週活動嘅帷幕，1500幾名同學分別參加14個大項、32個細項嘅專業技能項目比賽。比賽項目都係結合學校各專業嘅技能培養要求設置，例如計算機專業就設置咗動畫設計、計算機組裝等6個專業技能競賽項目，其中有個人項目，亦都有要求團隊合作嘅團體項目。黃浩然同學參加咗該校國家重點建設專業數控機械專業中嘅數控閃工項目比賽，佢要同隊友一齊完成電腦製圖、編程，然後加工製造嘅完整流程。佢覺得比賽嘅題目比較複雜，但有信心賽出好成績。我們經過1個禮拜的訓練，現在覺得可以。裁判老師表示，比賽係喺專業嘅技能基礎上增加咗一啲難度，能夠完成比賽內容嘅學生喺數控閃藏嘅獨立操作上已經達到技工嘅入門標準。佢認為參加比賽嘅同學們整體技能水平令人滿意。據市教育局職業同成人教育辦公室負責人介紹，我市市屬各職校結合自身專業建設，喺近期分別先後開展咗技能競賽週活動，通過競賽搭起一個職校生展示自身風采嘅舞台，展示同學們嘅學習成果，激發學習積極性。各校嘅技能展示週活動都受到咗相關專業用人企業嘅關注，呢啲企業派出相關負責人到學校參觀比賽。有嘅仲出任裁判，令佢嚟感受學校專業建設成果。本台記者朱文星報道。下面請睇簡訊。端分廣播電視站報道，近日由佛山市南海區工商聯組織嘅南海區桂城總商會民營企業家一行20幾人，到端分鎮有銀工業園進行商貿考察，
並喺端分鎮政府舉行端分桂城投資合作洽談會暨有銀工業園項目簽約儀式。會上，有銀工業園副總經理陳志樂分別同桂城總商會同佛山市佳美達廚具有限公司簽訂南海區桂城總商會、台山市有銀工業園戰略合作協議書同企業用地意向協議書。新聞播送完，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豐網，稍後入百豐山下。再會。紐約台山名洋會館華僑回鄉參觀交流，感受家鄉新變化。兒童節將至，幼兒園舉行豐富多彩嘅慶祝活動。